来看桃园机场伫4月查到旅客对泰国来台湾伫行李内底偷藏毒品入关哦。经过3个月追查，嘛伫工业区掠到一个制毒的工厂，嫌犯是家己学制毒，佮甲毒品卖互真侪少年人，赚超过4000万。桌顶放真侪毒品添加剂、做毒的机器、甲毒品分装的器具等等的证物。航警局甲台北关4月份查到旅客为泰国用托运行李藏毒来台湾。经过3个月持续追查，查到以姓陈的嫌犯带头，藏伫新北市工业区做毒的工厂。当场查扣第3级毒品1粒棉，商品约5万粒，毒家背包有422包，还有真侪粗批、原料、做毒的机器，还有分装的器具等等的证物。查扣的毒品咖啡包，包含1粒棉，它的外包装加注时事的一些美观的包装，包含说特定的商标等等，那让青少年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流行的产品。警方调查发现讲，这个姓陈的嫌犯高中毕业，伫做木工，不过煞家己学做毒，以真水的包装来骗少年人做非法的交易，不法收到超过4000万，出入拢驶高级车。伫高雄嘛查到做毒的工厂，藏伫南地公园内底。警方调查发现讲，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透过网络，知影感冒药甲鼻炎药内底有麻黄素的成分，会当过制作2级毒品安非他命。甲姓陈还有姓涂的查甫人，伫台南、高雄等等的药房买20万粒的药3月初开始提炼甲制作。现场发现安非他命制造工厂1座，嫌犯3名，成品、半成品及制毒工具1批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讲，嫌犯为着袂互知影，甲要闪过调查，挑工甲做毒的工厂，藏伫真罕的有人行骹到南地公园的铁厝内底，伫遐有树有溪流，较袂互发现。因还佫按围墙甲监视器来监控。伫做毒的期间，要把失去控制，发生火灾，毋敢通报，家己冒险拍火，致使造成部分的器具毁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